牛我妹煮鸡脯，爱讲嘛记嘞。牛我妹福徛人，上10礼拜是阿日子嘅生日，我有送佢一只小布袋嘅，做得表人個會用嘅。一只小布袋嘅係我自家做嘅。愛開始做以前，因為我唔曉用針線，我想愛請阿妹老我做一隻。阿妹聽到我愛送本阿日子，阿妹就老我講，也愛你自家做當初，按樣真有人嘅心意。唔曉用針線，我做得教你。阿妹愛我去拿佢留下來嘅布，同我愛用嘅布，再用針線亂一下就做得。阿妹一步一步教我天天呢一針一針亂，越來越順手咧。臨尾我真經做出安靜嘅小布袋嘅，阿妹看到我做出來講，安樣送本阿日做生日，感覺就冇窮樣咧。我老阿妹講，阿日子平常時會做好事嘅本愛事，我也下做登錄本記，安樣當好，還做得學會用針線嘅術語。阿妹講，係啊，做人愛，人心換人心，百兩萬般見哦。什麼你等我講下，愛記得打開小鈴鐺嘅，聽日按讚分享哦。